宣调，摇好我的石盘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嘴中的言语、心内意念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感纳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来做三角的祈祷。水笔贴来的阿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今日阮搁一摆透过网顶的这个礼拜，伫阮家己的厝内，或者是伫教会内面来敬拜你。我求主你的怜悯，互我袂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我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教会，拢会当成做上帝美祝福的这个管道。亲爱的爸爸上帝，求你来拯救阮，脱离迄个属灵、迄款的冷淡，以及意志的分散，互阮有安静的心思来敬拜你。让阮有敬虔的悔改，会通得到你的恩惠。我求你来保护美国甲台湾，伫即阵肺炎病毒还阁无断根以前，毋通互阮受到病毒疫情的搅扰甲吞踏，互阮会通专心来倚靠主你的保护。他伫美国因着疫苗注射的普及化，疫情已经渐渐稳定落来。就是阮的故乡台湾，最近因为这个疫苗的无够量，施打这个疫苗还阁无真普遍，所以疫情还阁继续的扩展。所以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防治中心。大家拢真努力、真拍拼，愿恳求天父上帝来怜悯，帮助阮政府所落定的这个疫苗，无论是倒一个厂牌，或者是国产的疫苗，拢会通紧紧来进入台湾，通注入这2300万乡亲骨肉的身躯顶，因为这差不多是甲性命。去招标的比赛，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来平静最近因为疫苗伫台湾所发生的这个乱象，和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拢会通相配合，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这个代志，并不是无共款政党互相咧攻击、互相对立。三加三吞的时阵，也需要合一的心，共同来对抗这个病毒。今仔日，万国一摆来到主你的小佛桌前，要谦卑来恭听你的话，要求主来洁净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教察阮的心，使教阮的意念，互阮能通得到福气，过蒙恩的一日。阮
诚心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马太基书第4章第5到第6节。第5节，你看，上主大甲常惊的日，还未到的进前，我会找以利亚先知到恁遐，伊会互老百姓活转来伊的囝，囝的心活转来伊的老爸，免得我来救抓这个地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到第4节。第1节，最惊异的，着顺服父母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着孝敬父母，这是头一条附在伫应允的诫命，就是讲，安尼恁就会事事亨通，伫世间享受长岁寿。做老爸的，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。用主的境界甲教示来甲因培养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既然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，阿爸爸上帝。主的眼
一个乡亲，时代也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大家父亲节快乐！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伫这个主日课本内底，每一课拢有一句这个圣经的金句，爱背。那么会晓背的人，老师就送伊一张卡咯，真水的这个卡片来做奖品。我记得常常所背这个圣经在里面，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甲伊讲：“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”我阁记得这个盖显牧师来台湾报道的时，伊就是间真大间的这个体育馆来开这个报道会。那么这个会场用这个真大的这个看板吼，顶面就写这句这个圣经节，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，讲我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咱每一个人每一天出门的时，要开车，上要紧有两项代志，就是你要去倒位，你要行倒一条路。毋知你大家捌有想过无？咱的主耶稣基督伊讲，伊就是道路。那么这个道路是一个经过哪点呢？总是嘛爱有一个目的地伫倒位啊。安尼主耶稣基督伊到底是要带咱去什么所在呢？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第6节下半段，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互咱一个答案。主耶稣甲咱讲，
若无对我，就无人会当上棍杯。最后说是要带咱去上棍杯，若无这就最后说基督，就无人会当上棍杯。咱做人拢已经找到最后说这条道路咯，就是咱毋通掠做做满足，毋通干那伫这条路安尼行来行去，了乱傻，伫做这个欣赏风景尔定，却毋知影要去什么所在。最后说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，若是要互咱的罪通得到赦免，互人通甲上帝和好。伊阁互咱有一个真重要这个目的，就是要传达一个启示，互咱认捌上帝是咱天顶的老爸，但拢是上帝的囝子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的面前，天顶、天下、地下，拢总是厝，拢是对伊来号名的。保罗先生所讲的这个家，希伯来这个希腊语的原文是 patria， 这是对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老爸 pater 这个字来演变过来。所以这句圣经在上界直接的这个翻译，就是讲我跪落伫天父的面前，天顶地下，每一个做老爸的，拢是对伊来号名的。不如甲咱讲，老爸的责任，毋是对地面上才开始的，嘛毋是对亚当开始的，乃是对天顶就开始了。上帝是咱天顶的老爸，伊是对天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。今仔是美国的这个父亲节吼 ，Father's Day 吼。不过咱台湾是8月7，咱台湾是用这个爸爸父亲节来纪念，所以咱到底这个北美的这个做爸爸做阿公的人真有福气吼，每一单拢过2摆这个父亲节，一个是6月份的第3礼拜，一个是8月7。所以我要甲咱所有做老爸、做阿公的人讲，咱着重视上帝互恁的这个职分，因为这个职分是对天父上帝遐赏赐互咱的。上帝要将做老爸这个职分托付伫这个每一个做老爸、做阿公的人，所以每一个查甫人吼，拢通透过这个老爸的这个角色，显明天顶上帝这个慈爱。怜悯、信实甲公义，换一句话来讲，每一个做老爸、做阿公，伫伊的厝内，拢总是代表天父上帝，这是种的特权，也是种的祝福呢。天父上帝和老爸、和阿公有3种的这个职分，就是做祭司、做先知以及做君王。那么透过这个3种的这个职分，上帝将伊对咱的疼、甲教示放伫老爸的身上，也放伫阿公的身上。要老爸甲阿公通疼惜伊的囝儿孙，这就被上帝疼圣囝最后所一样。所以咱来看这个3个职务吼，咱第一个职务，咱开始来看老爸甲阿公做这个祭司的职务是啥？祭司的职分就是献祭，按照圣经的教示，只有祭司才通献祭。所以老爸甲阿公是上帝放伫每一个家庭这个祭司，要代表厝内的人对上帝来讲话。所以老爸也是阿公，有上帝所交代你的这个责任，就要替你的厝内人来献祭。摕这个出埃及记有记载，上帝指示以色列人安怎来献祭，祭司都要穿什么款的衫，用什么款的材料，伊的寸尺到底是偌济？咱对这读起来感觉真无趣味吼，唔知影这个古约圣经的记载，跟咱的生活有什么款的关系呢？总是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海福，
等于读到这段圣经节，上帝吩咐摩西，就要将以色列12个后生的名刻伫2块宝石的顶面，佮安伫这个祭司亚伦的肩胛头所满的这个大顶面。所以每一回这个当亚伦就去会幕，就满迄条大伫耶和华面前来纪念以色列这12个支派。还有先知对耶和华讲，上帝当时对摩西所吩咐的，嘛是对咱吩咐呢。所以咱就要照安尼去行。所以伊甲耶和华合做多利吼。所以伊甲耶和华逐早起就为着海福甲多利2个家族的人来祈祷，求主做工伫这2个家族的人的顶面，无论因住伫什么所在，拢总叫基督徒来因来传福音。因安尼先祈祷3个月了后，忽然间有一个人出差到海福先生所住这个城市，伊对这个电话簿啊去找到因的电话。不过这个人嘛，伊嘛是姓海福，拄拄是伫1个月前以前才信主的。那么这人会信主，通讲是海福先生甲伊的某中心来祈祷所结出来这个果子。所以31年久，佫有3个人也是姓这个海福的，甲因联络。所以上帝用这款的方法来证明，海福先生甲伊的某为着2个家族来祈祷，这拄拄是合上帝的旨意，也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这对夫妇就为着因的家族来祈祷，所带出来这个祝福是真正歹去算的。将来伫天顶才通知影，伊到底是结出偌一果子的。伫这规中的约伯，也是一个敬虔的老爸，有7个后生，3个查某囝。伊常常透早起来时，为了这10个囝儿来献祭祈祷，因为伊心内伫想讲，检查我的囝有犯罪，内心气责这个上帝。约伯常常安尼行，约伯常常想讲，透过这个献祭来压砍因的囝儿伫无意中所犯的罪，恳求上帝施恩来怜悯。现在你来讲啊，上帝嘛无听伊的祈祷啊。当这个灾难来的时阵，伊的10个囝是拢总死翘翘嘛。对地面上的观点来看，无错，约伯是失去了伊的囝儿，这是事实。总是当这个灾难过去了的时，上帝将伊的精神加倍来赏赐予伊，总是干那赏赐予伊共款的这个少爷的这个囝儿，查某囝。上帝为什么无赏赐双倍囝儿查某囝呢？那么对这个永生的观点来看，约伯并无真正失去伊所有的囝儿，伊的囝儿不过是较早一步去天顶，伫天顶伫咧听候伊的老爸来上会，所以祈祷真正的效果，只有伫天顶才通会看到的。特别是当囡仔细汉的时阵，还阁毋知影要怎样来祈祷的时，就要借着父母的祈祷，才通得到祝福。所以马可福音第9章记载着一个犯着羊刑，也是讲猪母颠这个囡仔，伊毋知通家己来求主耶稣医治，就借着伊的老爸耶稣来求讨，所以囡仔也得到这个医治。那么过去，我还佫伫这个牛泽市的牧会的时阵，有一日，一个新人的同学甲伊的某甲查某囝来探访阮。那么伊的查某囝迄个时阵拄拄是16岁，伊患有这个这个脑性的麻痹，所以伊的身躯软高高，讲的嘛袂清楚。那么我看到阮这个同学，这个夫妇真有耐心，伫咧饲伊食饭，佮抱伊去便所，是非常的辛苦吼。我足感动的，所以我就甲因介绍，当时阮教会所使用的这个电话祈祷网，
我教伊讲要安怎利用这个免费的电话服务来设立这个祈祷网。所以罗顺娘就陪迄个查某囡仔，罗顺娘问伊讲：“你敢知影主耶稣基督嘛？”伊应讲：“我知影啊，因为伊的老爸老母常常伫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互伊听，佮不时为着伊祈祷。所以罗顺娘就教伊念几条圣诗互伊听。这个查某囡仔虽然是字教袂清楚，总是伊拢总会晓唱呢。所以一个老爸。阿公就爱亲像祭司一样，代表厝内的人，上帝来祈祷，上帝来献祭。那么咱来看第二个职务，第二个职务就是先知的这个角色。伫规个中的先知，为当领受到上帝这个托付，传达上帝的心意。伫百姓迷路的时阵，就爱负责引传倒转来上帝面前。所以上帝拣选老爸，拣选阿公，要亲像先知一样，代表上帝厝内人来讲话。迄摆来人书11章第7节，记载一个老爸受上帝引传，就保护了因厝内人。哪伫未看见的代志，已经得到密示，就敬畏来陪伴大船，救伊的家眷。哪对上帝遐听到，特别降落这个灾难，就先做准备去起造大船，来救到一家伙8人的这个性命。所以先你甲上帝中间的这个管道，就爱无脱碍，才通大声知影上帝要做什么代志。有一个家庭吼，用这个暑假的时间，因准备要开车去旅游。那么夫妇通常，伊拢是坐伫头前，囡仔是坐伫后壁。甚至长一天，老爸忽然间要开车以前，老爸心内有感动，伊的太太去后壁坐去陪两个囡仔。所以当因的车爬上高速公路去走的时，忽然间有一条石头，互头前的这个车的后轮去交过，但弹起来。亲像炮弹一样，弄对因的这个挡风玻璃，脆糊糊，就是无一个人受伤。因迄个时阵享悟着，迄个感动是对上帝遐来的。所以这个老爸当伊顺服内心的感动，伊的某也顺服伊的中国的指示，所以就保全因规家人拢得到平安。那么那迄个世代的罪恶，今日也不断发生伫咱的面前，所以咱需要搁较多，就像那迄款的老爸，有先知的敏感这个心灵，为通事先知影着，感觉到这个灾难的信号，为着厝内的人来提供这个保护。伫这个规约先知有一项真重要这个任务，就是爱引传迷路的以色列百姓来悔改，倒转来上帝面前。老爸是阿公，伫个厝内也有责任来教示囝儿孙，就行伫这个正路。对迷路的囡仔，就要用着加倍这个耐心、佮疼心来引传倒转来到上帝面前。保罗先生提醒老爸讲，做老爸的，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，多多着爱用主的境界、佮教训来培养因。所以根据这段圣经节，什么人是伫负责教示囡仔上帝真理呢？当然是老爸啊。毋过呢，事实上，伫厝内什么人做这个代志，通常都是妈妈嘛。这里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特殊嘛？毋是啦。因为伫即款家庭长大的查某囡仔，伊会去学老爸，毋去教会；学老爸，毋读圣经，毋祈祷。这拢是妈妈咧做诶代志嘛。结果呢，去教会时看到姊妹，往往就是比兄弟较济嘛。一般教人安尼嘛。咱来看第三个职务吼，老爸第三个职务就是君王。所以做老爸做阿公的人，伫厝内是徛伫这个君王的地位。君王就是代表上帝治理上帝的道。老爸阿公就要专心
伫伊诶厝内担当各种生活上即个重担，伊嘛爱行伫厝内人诶头前，伫厝人诶面前建立一个虔诚诶即个模范。恁减捌想过嘛？为什么千万人中要竞选上帝？伫即个千万人中要竞选阿伯拉罕呢？阿伯拉罕是对阿伯拉罕这个名来的。阿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受高举的老爸。后来上帝将改名叫做阿伯拉罕，就是正人的老爸。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两个人的名拢是伫甲咱讲，上帝竞选的是阿伯拉罕这个老爸。上帝若是安尼期待着阿伯拉罕这个老爸，伊讲我捌伊是要互伊命令伊的囝，甲伊厝内的人，互因中长守耶和华的道理，边讲行义，互我应允阿伯拉罕的话，拢归互伊。上帝信任阿伯拉罕，知伊会吩咐伊的囝儿甲伊的厝内的人遵守耶和华的道理。所以这段圣经在这个命令是一个口气真强的这个字眼，差不多是甲军队的命令同款。上帝的老爸也是阿公有一款的大的这个官兵，是甲一个君王的官兵相像的。当老爸有官兵来决定厝内大细的代志，比如讲一家人伫什么时阵要食饭，暗时大家都爱几点仔转来，囝儿的活动、看电视的时间的分配等等，这拢是老爸阿公的特权，也是伊的责任。所以当然，老爸伫做这款的决定的时，应该都要征求这个某的意见。就是伫你厝内的责任，最后还阁是落伫这个老爸的身上。伊要为着这个厝内的人，上帝做一个交代。如果一个囡仔的老爸，伊有这个慈悲、怜悯、正直、坚强的这个特质，伊比较会较容易，互这个囡仔来想象，哦，上帝是这款的上帝，上帝是慈悲的上帝，上帝是怜悯、正直、坚强的上帝。安尼伊较会对上帝来拍开的心门。如果这个囡仔老爸真正嫌东嫌西，佫容易发生地，佫常常无伫厝内，那么对这个囡仔对上帝就负面的这个想法，就是有真侪人毋捌上帝，是咱伫天顶的大老爸，因为因毋捌体会到天父这个慈悲甲怜悯。有一个牧师对一个少年人讲吼，上帝要接触你的老爸呢。这个少年甲牧师因讲，我的老爸是我上怨恨的人啦。但是这款的老爸不但袂通帮助伊的囡仔来认捌上帝，反倒会走出一个太害啊！有一个囡仔吼，当个老母还无结婚的时就生落伊，因所住的所在是一个真保守的社区，所以大家拢常常用这个有色的眼光去看两个母仔囝，真可怜。当这个囡仔12岁的时阵，因的教会来一个新的牧师，所以伫礼拜日，伊拢较慢入去教会入去拜堂。毋过伫早就离开迄个所在，毋免伫甲其他的会友相拄着。总是有一日礼拜日吼，牧师脚步真紧啊，所以袂有通离开，所以就安尼，就讲硬着头皮吼，对人行出这个礼拜堂。所以迄个时伊感觉真无自在吼，那就是大人目睭伫家看呢吼。当伊行到门口的时，忽然间有双大双手划着伊的肩胛头，伊就一惊，抬头起来看是啥物人家划的。啊，原来就是新来的牧师。牧师迄个人甲伊讲，大声讲：“你是啥物人的囝？你是啥物人囝？”哇，即句话讲来到底吼，边仔人拢安静落来，目睭拢看到即个所在来。所以这个牧师反应真紧，伊就马上改口讲：“哎，我知影啦，你是啥物人囝？你就是上帝的囝啦，你是上帝的囝。”所以这句话对这个细汉囡仔呢，一生影响真大。伊一生拢记会牢，伊是上帝的囝。后来这个细囝长大了，
叫做一个田纳西州的这个州长，无简单哦。所以最后所讲，我抑阁有羊，毋是属伫这个羊条的，我的确都爱带因倒转来。伫外面也有真侪无老爸通骗基督的孤儿呢，嘛有真侪毋捌天父的疼，而这个放荡主呢，特别爱咱叫做因属灵的父母，常常伫上帝面前来纪念因，并且照着咱的讲话甲行为来发出这个基督的香味，互四周的囡仔通来学习。那么现在我要请咱大家额头目睭放开开，我要问在座的，还是伫线顶的每一个朋友，毋管你是做老爸的人，还是你做阿公的人，请你注意听。你是毋是捌注意到，伫你的身躯边有迄个囡仔，也无信主的老爸，还是无信主的老母伫个身躯边？但愿恁欢喜做因的属灵的父母嘛，但愿恁愿意做因的属灵阿公阿嬷嘛，常常为着因来祈祷，伫这个属灵路上来引带因。你是毋是愿意伫这个属灵的典范去认养某一个家庭，引带着这个家庭，会当恢复上帝所设立这个家庭来祈祷嘛？愿在座也是伫线顶的老爸阿公，毋通轻看上帝所托付恁这三个职务，伫出来做这个祭司，就要为着出来的人来祈祷，做先知来引带囡仔，通行伫这个正路，做君王，用上帝的真理来引带出来的人。阿们，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！回应诗歌，天父一家儿。愿我的心爱家己，愿我每辈我家己，我却相信天上降临，那吉呀平安落地的心，愿我的心爱家己。愿我每辈我家里，我却相信天上降临，那吉呀平安落地的心。愿我心你的家己，愿我每辈。我家里，我就相信天上降临，那吉呀平安落地欢喜。愿我心你家己，愿我每辈我家里。就相信天上降临，那吉呀平安落地欢喜。愿我的心我的家己，愿我每辈我家里，我却相信。天上降临，那吉呀平安落地的心，愿我的心我的家里，愿我每辈我家里，我却相信天上降临，那吉呀。平安落地的心，
求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伫我心，愿望我心会行你，愿我袂变，我听你，阮求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伫我心。愿我的心愿我袂变，我这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变难落地心，愿我的心。我袂变，我这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变难落地心。愿我欢喜会行你，愿我袂变。愿望我心愿望袂变，我求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伫我心。愿我的心会行你，愿我袂变，我听你，我这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伫你心，愿我的心会行你。我袂变，我听你，我这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地的心。愿望我心会行你，愿我袂变。困求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平安落伫我心。愿望我心会行你，愿我袂变，我听你，困求生死变难降临。那只也平安落伫我心。愿我的心。愿我袂变，我这生死变难降临，那只也
是非常感激，他只要圆满我的心，愿望我心的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己。我就是变成感激，那几样圆满我的花心，愿望花心的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里。我就是变成感激，那几样圆满我的花心，愿望的心的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里。我这身心变成感激，那几样变难我的心，愿望的心爱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里，我这身心变成感激。那几样圆满我的心，愿望我心的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里，困求真心变成感激，那几样圆满我的花心，愿望我心的家己，愿望回本我家里，困求真心变成感激，那几样圆满我的花心。这个叫咱阿头参加来祈祷啊！亲爱宝贝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这网络的礼拜，我透过旧约马拉基书第4章第50到第60，以及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。第1节到第4节，咱做来思想老爸的职务是甚么？然后对今仔日这个细节中间，互咱知影，如果一个囡仔的老爸，伊有主爱怜悯、正直、坚强的这个特质，伊到底互这个细囝容易来想象，上帝是这款的上帝。伊的心嘛，较会当对上帝来拍比的。如果这个囡仔老爸是真够嫌东嫌西，佫真够发脾气，伊佫常常无伫厝内，那么这个囡仔就对上帝有负面的想法。就是有真侪人毋捌上帝，是咱伫天顶的大老爸，因为因毋捌体会过。天父上帝慈悲甲怜悯，所以唔通轻看上帝所托付咱这三个职分。伫厝内做善做这个祭司，为着厝内来祈祷；伫厝内做先知，因带囡仔通行伫这个正路的顶端；伫厝内做君王，用上帝这个真理来领导厝内的人。我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我
阮实在是真有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伫何等的慈爱，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。你讲，互人个比共体更较有福气，愿阮拢愿意付出代价，才着祈祷教士，还是生活就做光做盐，来扶持上帝的囡仔以及主内的家庭。愿今仔日每一个做人陪做阿公的人，拢伫你的面前定心来入约，入捌你所予因这职务佮地位。用你的真理来建立家庭，我每一个细囝拢伫你的疼内面来长大。阮将一切荣光拢归于阿爸父上帝。啊，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但这条罗牧师要甲因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祈祷稳定，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乡亲、师大、兄姐，咱今仔日这个网络礼拜。才要过一段路，咱毋茫伫后回，共这个时间伫空中相甲见面。愿天父上帝恩典，赏赐互你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过一摆祝福你，父亲节快乐，父亲节快乐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欢福因求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互你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，家己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家因遵守主的命。